由北区民德国中甲二林国小美术班联合展览向阳美展，现主时伫台南文化中心做展出，内容包括着水墨、彩画、设计、素描、版画、复合媒材以及立体定陶宛的作品。这届作品有宜兰唱歌、宜兰抢姑、平溪放天灯、平溪放天灯、迎妈祖、妈祖绕境、送江灯、送江镇。其中二林国小以台湾作为参展主题，为辛苦的各行各业、民俗文化活动以及美食景点，拢透过学生的卡书呈现伫大家面头前，同时透过学生的详细导览，让大家更清楚了解到每一件作品的意义。那水墨的部分呢，他们的主题是台湾的传统的民俗文化，然后呢，设计的部分是台湾的地图，可能跟古迹啊、小吃啊、特色景点有关。那彩画的部分呢，是环绕在台湾的各行各业。那小朋友也相当的不容易，他们把他们作品能够跨越时空、时事的一些议题，同时结合一些环保的部分，把一些孩子他们的想象力和创作都把它呈现在这一次的象牙美展里面。那我们从这一次的象牙美展可以发现，孩子他们的画作创作充满了想象力，还有丰富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那也呈现了不一样的，包含了一些线条啦、色彩啦，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创作的元素在里面。这次二林国小总共有26名学生参展，展出130件作品。这个展览是111学年度美术班毕业成果展的首站，展现出学生的美学以及艺术的学习成果。展览展出到4月9号，欢迎大家前往参观。象牙美展，邀请大家来观赏。台南新闻杨秀怀采访报道。